大家好，喺今次嘅選舉之中嚟講呢，我覺得咧9月1號嘅時間係好重要，因為9月1號我哋係一齊嚟選出一位能夠代表民主黨出嚟喺11月參選呢個檢察官職位嘅人，而李美詩係唯一一個係亞裔嘅候選人。我自己覺得選擇一個檢察官咧，佢關注係需要有背景嘅經驗，有領導能力同埋有變革嘅能力。檢察官係需要有獨立性、公正性、無偏無倚嘅特質，能夠了解多元文化同埋熟悉到少數民族嘅需要，係一個優點嚟嘅。李美詩擁有34年嘅律師執業經驗，其中有32年係參與公共服務領域嘅，領導同埋管理大型公司嘅機構，參與公共利益嘅決策，並喺問責透明度同埋誠信方面咧有卓越嘅紀錄。我希望大家喺9月1號能夠認識李美詩，而投票投出你嘅忠誠嘅一票，希望選出一位有卓越公正嘅檢察官。多謝大家。